中会这个组织不是说很清楚，把都如果也平常对说，大家都在不是修改，你那么不的，怎么有台湾中会，还有兄弟施工部，还也有这个马家领导，也有松田大学，那么不得说平常在你修改的都如果也平常，我就大概稍微不是稍微吧，是很仔细的讲一下了哈。好。哎，说到修改啊，台湾包，那么那个修改，那么不得改。哎，说到修改，你说蛮多沙布拉都得了修改，中区会有23间的中区会组成的，这个总会是23间中区会组成的。好，我说一旦修改那个产项，蛮大不了都一道修改到那个产项。大不了多少修改到那白了，所以11个中区会是原住民的，那12间的中区会就是平地的中区会。那说的修改，政府有5个组织了吼，16部4会1组2校8网，什么意思？16部呢，就是16个部会。16个部会比如说事务部财务部、21宣教施工部这个很聊聊，其中还有松年施工部、妇女施工部、兄弟施工部、青年施工部然后4个会这个传道牧师传道会、师母会、圣经翻译委员会、宣教大楼建设委员会，4个会。然后1个组就是查账小组，专门在查我们的账的这个查账小组。然后再来就是曼都萨干部，一个是松年大学台湾组分校，一个是松年大学南台分校，2个学校。我说那联导网有8个联导网。三地门区联导网、马家、中台湾区、狮子区、春日区、恒春半岛，还有都南跟都北的联导网。在修改，大事务所有这个总干事1位，施工干事4位，事务员1位，圣经翻译专员1位，就是我们的师长。大查制委员的陈就请该。一共15人，就请开一共15个人。好，我说到联导网，古木的水大联导网的分布，我们看这个我们看这个图比例对抓带球。满了阿鲁瓦丢改，就是所谓的都北区的教会，从活石最北的活石，一直到这个最南的这个张凤，从巴哈那瓦对上代修，一百来人丢改，满大不了对打丢改，从这个南远教会一直到这个皮远教会，满大不了对打，这个是。两个联导网是在这个皮地的教会的就是都中跟这个都南、都中北好，而且到南有这个6个联导网马家联导网11个教会，11间教会，三地联导网11间教会，中台湾区这个联导网有10间教会，春日区6间。狮子区8间，恒春半岛10间。那马西诺当地来说今天这段来说我来一段修改。我们知道这个排湾族的这个排湾族的这个福音进入的时间是1945年。传福音都马达到在单元的台湾族，那是民国34年。
把它给，然后埃塞塔球该1964年，也就是民国53年成立的，你对不对？埃塞塔球改，好，一直到这个2014年，也就是民国103年，这个50年里面都没有兄弟施工部这样子的一个部会嘛的一个修改，所以那个时候在2014年、103年，那个时候时任的这个达基丘，第老牧师，那时候兄弟光牧师是我们时任的议长，时任的总干事达卡老牧师，他们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意向说，把达林的那对兄弟施工部的修改给完，所以8月份的时候，在这个达瓦兰教会这个中会会议的时候，议决要这个设立兄弟施工部，然后在9月27在泰武教会的时候正式的成立的兄弟施工部，是经过这2位牧者的这个推动，那是讲以前的传来等等来传我阿雷嘛在大修改，但是我们兄弟施工部在总会里面还不是正议员。他只是一个参议员当年他那有兄弟施工部的这个组织这一块的到总部到手感啥个，我们只能参加，不能没有表决权嘛的到手感，所以我们还不是一个正式的正会里嘛的到手感，这个有这个兄弟施工部的中会，你到布农中会有对这个盖。在水地的呢，台湾中会还有吗？好像就3个嘛但这个卡梅亚修改完了之后，兄弟施工部都是。历届的这个他不老差别，上个说的不丘就是我们的赖约翰长老，也是嘉诚教会的师长，都是。他在103年时候当第1任的这个部长。然后他当了2任之后，105年由我们的这个罗乡长，担任第2届的这个部长。然后第3届的部长就是这个卓恩的长老，三地名教会的卓恩的长老。第4届的部长就是这个谭建生长老，已故的谭建生长老。然后第5届是丰利教会的这个顾聪明执事。第6届的这个部长就是这个，第8届应该说第6任了第6任的部长，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吴文慈长老，也是嘉诚教会的。现在的部长就是文乐教会的张正雄执事。虽然是文乐的，可是他真正是汪安的人了。那其他人这也不错，他是汪安的张正雄部长。我是看来传达兄弟施工部，以这个年是的兄弟施工部就是这个5年宣教的计划，那个时候2015年，曼都萨布拉多的嘛，传丢该嘛那以这传给他得到老来，那时候只有26间教会有兄弟，这个兄弟团契，所以那个时候2018年。开始，兄弟施工部有一个5年的宣教计划，就是5代一做给他特征我来到卡古标改呀，叫 speed。这个2018年照理讲，我们应该是2023年就要完成了，到施工在传来呀，所以那么把所有传那样几个，来传神圣案，上面的你估是把它2025年都是，啥？把它都是。一共目前到这个到2023年截止现在已经有64间教会已经有这个兄弟团契了，已经有64间教会有兄弟团契，这个目前已经85%了然后再来就是设立这个兄弟。奉献兄弟施工部奉献纪念主日，这个也是在2018年开始执行的。2022年这个时间稍微有做变更比他就该看到那种兄弟团契，
就是这个11间，新社教会、张凤教会、昌云教会、凤园教会、平原教会，这个红色的字的就是都市的教会，百来人所修改。这个绿色的字就是来传你的37，那么你到大家来说，修改鼓楼教会、嘉平教会、大美、武林、长乐、旭海。所以这11间教会当然的话，兄弟团契不属。创年是上一段兄弟施工部，我们有办很多的这个活动，包括这个父亲节的这个联合父亲节活动、年会、联谊、茶经、造就会、祷告会。像我们有办过这个射箭球类比赛、祷告，还有分上下半年度的这个联合祷告会。我们上一次的祷告会是在2、3、4月7号办的。好，这个都说3月2年初步审参那兄弟施工部3月6号干部造就会这个完成了，然后4月7号然后咱们干嘛努力就是今天就是平常嘛，干嘛教会平常3年11间教会的这个需要，我们在梁山教会有这个祷告会。那4月27，我们有在宣教道路做这个设立10周年的感恩礼拜。当时我们有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事，有献诗也有这个一定有这个做这个结果的这个服事嘛然后接下来就是今天这个日子，就是纪念主日。再来就是3月16号的时候，这个干部造就会有请这个总干事，还有陈明光牧师，陈明光牧师也是现在兄弟施工部的顾问顾问牧师，有请这2个牧师来做专题的这个老师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在梁山的时候祷告会，有请这个师侄这个丰林教会的于金珍长老做这个见证，还有水门教会的卜信亮弟兄执事做见证。好，来说4月27咱们来说那巴格多感恩礼拜我们的麻烦来说不论3月多少年的来说，今天都在我们这里修改。好，接下来我们的弟兄要注意一下了7月6号有这场茶经营巴格大基督徒多西社，9月8号有这个兄弟团契联合祷告会嘛的10门，这是下半年度的。兄弟施工部的年会，我在11月30号嘛的达瓦的教会，到时候请各部门都要参与kemudian pembisul dari suara kita betul nolai, pasien dari suara juga, suara ya, mana ya, mana kasih, suara di desa, mana namanya dari suara tidak兄弟团契，各教会的兄弟团契，这个在说你们意思的说底下人说。这个农夫了这个很像兄弟施工部了，他透过各样的活动这个来让这个各教会兄弟团契能够成长。但是我们如何去执行这样的一个施工，我们就是要靠大家的奉献来推动。我们1年差不多有50万的这个一个预算，要支付差不多15项。所有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施工费，所以我们很需要透过大家的奉献支持来鼓励这样子一个施工。那那个奉献怎么
当然，一再传达对我好过来。如果没有带奉献的，没有关系，下个礼拜可以再奉献。传的工就是我们兄弟施工部的这个纪念主日的这个奉献带吼。那masih tota tinggi para untuk sampai sekarang dicoba awalnya pas malam。好，接下来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们兄弟施工部的目前的组织，然后我们上到就第一了执事。他也是这个先解工程师的这个工程的负责人。老板的说，哎呀，部长，啥的老板啊，如果不是警察，就是老板的说法，部长就是。好，说到副部长，以及其他这样的就看第Kiringan，巴里拉斯副部长，这个是孙明珠吗？孙明珠长老的孩子。孙明珠长老的孩子，这个可能有的人知道，迪拉哈鲁，大邱教会，可是他是三河的人哈，大邱教会。那迪到了得说西代，然后迪到了地方都，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他有出来参选嘛哈，虽然没有选上，但是他就选上兄弟施工部，所以神为他预备来兄弟施工部服侍了哈。这个也是他做的哦，传 PPT 是他做的，他直接副理施工部都跟他请教这个，我跟他 PPT 了。好，来传达出纳，不好意思哈，刚刚那个我帮你介绍的。好，传达这个是高水是我们的书记。这个兄弟施工部的书记，然后我们的出纳这个杜明忠，是他的太太，李贵，他这个是平级高级，我一定要加高级的高级救护员，我们顶顶得耍救护车了，得耍喂，高级的我们高级的呀，应该是至少10名以上在开救护车了，我都开新车了，然后说呢，该地的陈文华李昌嘛。是万家教会，他也是职业军人，他好像是那个什么，海军陆战队的，海军陆战队退伍，然后马上转入这个水电跟绑模的这个事务了。好，这个邱汉武，我们的雇员，是马里堡，教会，他是一个研究员，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在国家比较特殊的单位，所以。就直接讲研究员，所以他那个什么，他的身份不能太明显了。好，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林金珍长老，他有这个见证，在4月7号在辽山教会的这个祷告会的时候，他是目前狮子乡乡公所的科长。这个是蔡秋志，只是他是这个石门教会的执事。目前也是刚退伍没有多久，这个在这个森林护管员是不是林务局啊？应该是林务局了哈。也有可能。这个是这个一定要帮助国列说，这个是太鲁阁主的哦。这太鲁阁主的是林永成，平山教会的。他平常教会的，他也是做这个土木工程的。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大家最熟悉的了哈，也是我的哥哥陈明光牧师，李老器3店门驻堂牧师，驻堂主任牧师。他本来有离开这个，有一阵子有离开这个兄弟施工部后，现在又回来，成为中委之后又继续接这个兄弟施工部顾问。这个是也是我们顾问前任的部长吴恩赐，你等等吧，长好。好，说麻烦的干事杜英杰传道师，鼓励的达来教会的，他负责兄弟施工部跟这个厂发的施工，好像昨天嘛，
他应该一节常常应该有在啊，昨天在那个好像他有教会，啊，这个就是我了哈，这个应该不用太多的介绍了。好，这是我们首任的这个修理施工部的部长赖约翰长老，也是视障加重教会的，他现在都是都跟着修理施工部的施工一起推动。把辖行就是当我们的一个媒体的工作者然后负责宣传我们修理施工部的修理施工，同时也是小米这个网络的这个工作室的负责人。好，我要讲的是今年这个修理施工部的这个一个意向。我要先说明一下，这个意向是我还是部员的时候，这是我建议的因为我发觉到修理施工部如果稍微稍微大弄嘛，我就建议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集结我们这些这样的一个才华去，像比如说南边的教会，母林教会，或者大美教会，或者旭海教会这样的教会，他们很多的教会是需要修缮的，可是他们礼拜人数因为人数少，奉献不多。所以他们在修缮这样的一个经费不足，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提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兄弟施工部的这个能力，这个号召力后号召各教会做铁皮的，或者是做这个营建的，来去协助各教会做修缮的施工，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通过后，就是有一个专款基金的这个用途，就是5:2的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然后5:2的这样一个奉献专款，那就是堂会300块每个月，支会就是200块每个月，要实施3年，这3年期间就是70%就是去说听70%是要家是要家去是满的啥表达，不是说改造然后是稍微的修缮，你觉得怎么就都这样？你觉得那么贵就是要70%就是要用这个去做，然后20%是兄弟施工部的这个预备金，然后10%就是奉献给宣教大楼、宣教中心。好，这个是兄弟施工部的外国这里续海，好像他们的这个屋顶比较少所以老外把出的船有该那么不然我也比得很高。开最少兄弟施工部把这，那我的了解是这个部长的弟弟，然后张正副长老，他也愿意奉献，然后他甚至要奉献是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屋顶要用成那个太阳能板，就是不是就弄好，然后再加上太阳能板，他又可以又修缮又可以从这个太阳能板获利了。这样子，他就是可以让他就是双重的利，不单是修好天花板，又可以从这个太阳能板的这个发电来去获利，让他就是说在经济上不要那么大的负担。张正副长老愿意这个无偿的帮他们弄这个所以目前是这样一个计划。那等到做了之后就知道了一定不然有这样一个想法。好，谢谢大家聆听这样的一个报告。希望通过大家的这个支持和奉献后，来支持这个兄弟施工部所有的施工。当然，我们教会的兄弟团契也一样，也会继续为我们代祷。以上，谢谢。我们感谢兄弟部的请安报告。接下来报告我的是奈，那都怎么样呢？我来。都差不多。